没有，等到我真正辣，大家就想说，所以还有准备是不是？典礼有辣吗？还有准备吗？典礼比较没有那么辣。太好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Cindy 的下一套是肉上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吗？真的哦，那怎么办？那我去把礼服偷掉，偷起来。那你只好露下围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今天不能太辣，因为今天太辣的话，我怕真的汗会对我起色起。不要太气了。他这一阵子一直就是各种，那个眼神看我都有点疑惑。不要这样，我这阵子扛了很多。对啊，不要再起色心了。而且我们有克制。我们刚走楼梯的时候，因为我这样腿会一直这样露出来，我说汉典给你一点 favor， 给你一点。对他一直在走的过程当中，他一直给我 favor。汉典看。结果导致我们两个走在一起，好像在走那个婚礼的红毯。对，太好笑了。因为他这个鞋子比较不稳，所以他叫我手要出力，然后两个就挽着这样一直走。对，就很好笑。家人们节目得奖，因为其实节目得奖我们也是一部分嘛，对，那就是皆大欢喜。对，那如果更好的一个状况就是双料得奖，对，那我们也不排斥了，我们就欣然接受。对，不排斥。如果主好啊 ，OK，好不好？就这样 ，good deal，好不好？就这样说定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得奖感言是想2套吗？没有，我今天完全没有想，因为以前想的都用不到，所以今年干脆都不想。哦，对，这也是一招了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男主角。我想你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大概是1点半时间，好像没有见到大家，所以好像感觉非常的感觉好像是很新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天到场的莅临。大家，因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看到第10集、第11集、第12集爆哭的，请举手。真的哦！不瞒大家说，昨天我在专访南先生的时候，不小心在他面前哭出来，很干很。진짜哭不就是？我刚真的是昨天他是大哭，其实他说你怎么了？不要哭，一直跟他说。对，不好意思，穿上你打。괜찮아。没关系的，我今天看到你还是很有元气的，没有在哭了。好。好可爱哦！我们来看一下。